地決驚天動地，盛怒如火山後噴灰若飛。我不清楚激情為甚至死，只記起當不貪生厭死，便勝利。天覆地在天高地厚，始終沒退後。像熱岩將身纏出一對手，而放出的瘋狂是沒法收，任由熱蒸氣繼續彌漫在宇宙。人有能量，誰盛怒就是活火山狂漲，流出岩漿，無限量熱度像置身在太陽。始終沒退後，像熱岩將身纏出一對手，而放出的瘋狂是沒法收，任由熱蒸氣繼續彌漫在宇宙。